好，然之後係第20題啦。If the sum of interior angle of a regular polygon 係98度，即係內角和係98度啦。咁以下邊一個係正確？第一個對角線嘅總和係7。咁我哋首先睇下佢有幾多條邊先啦，好唔好 ？n 減2乘180叫做98，都記得出 n 係7。好啦 ，n 係7都唔代表對角線係7，錯。因為對角線係1、2、3、4，然之後5、6、7。然之後8啦，絕對係即我可以再畫多幾個9、10、11咁樣，絕對係多過7嘅，所以一定係錯嘅。OK， 好啦，即係2一定啱啦。咁睇埋3先。Number of symmetry 係7，呢個係正確啦，因為我哋可以夾呢個可以求其鏟7條線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咁樣啦。OK， 我畫好啲啦，一邊、2邊、3邊、4邊，5邊。6邊、7邊，係啦，可以點話咧？對角鏟落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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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啱啱好係7條邊嘅，所以3係啱嘅。咁我不如我哋睇埋2啦。Rotational flow symmetry 係7，轉一圈咧有7個樣重複嘅，咁啱啦。呢個係正多邊形嚟噶嘛，所以2都啱啦。所以咧答案就係 D 啦，2、3 only。